啊，各位聽眾，歡迎你哋到對嚟變靚學嘅節目。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今日是真係特別，因為我們嚟請我哋嘅特別嘉賓起來跟我哋拍檔。因為今日是我早攞節是 Christmas， 然後我們請我特別嘉賓起來跟我哋講。關係 Christmas 嘅物件哈 ，OK， 我們請我特別嘉賓這禮拜我老趙歡拿鏡，我哋到對來歡迎。誒，等陣別記。好，我係歡拿鏡。歡拿鏡，你按照慶祝，你有慶祝哦 ，Christmas。按照慶祝啊，普通嘢咯，對。慶祝啊，時常朋友變出去嘢咯，係咪？嗯。你見波可能拍到嘢哦。嚇，叫可能拍這麼順呢？佢想話嚇。你在古仔見那細漢就未曉嘛？冇超過啊，超 Christmas 食過啊，可能假過嘢嘛。哦，悄悄話啊！有悄悄話啊！悄話啦，伊是講嘅 wish 啊，唔是悄話，是講人是monkey啊呢。OK， 肯定我叫你唱。另一個我另外一特別嘉賓就是新椒，差唔多新聞嘅新椒，頂一禮拜跟人講幾個搞笑誒，德哥歡迎。Hello。德哥你成真係 sexy。破病。哦，即破病喎 ，Christmas 嘅破病。馬來西亞天氣真係是。你打鼾啊？想做啊？做一個好。我做一個落攝，就冇關係啊。是啊，然咱佢就是 Christmas 嘅時，安尼12月嘅時候，伊個即個天時就較成個吹北風，人個破病，較老姨。400老姨，你看到未㗎？吹北風啦，我聽我買人講嘢卡都冇你。骨頭嘅 join 都冇聽，阮哋最近。吹北風唔是講係過年咩 ？Chinese New Year 嘛。有本啊，特別當今就 start 啦嘛，差唔多當這時就開始啊嘛，吹北風。誒，你好啦，所以 OK，咱這邊每個人咱聖誕慶祝或是啥物物件，然後我們為這裡德國你平常時是到啲中國係唔是？啊，對啊。你到啲中國咧是你有過 Christmas 嘅時候，係咪特別係咪無相？你講咱馬來西亞過 Christmas？我講你無相啦 ，because 啲時啲我本冇未出去揾啊。咁Christmas 嘅時我嗰時我是走去 London 較濟咯，去吹朋友，係點嘅 feel 啦好嘛？你去食烘啊？對咯。哇 ！last year 冇去啦 ，last year 做工。this year 咧 ，this year 去到咯。this year 啊，我可能對去 Boston 咯。去美國啊？對。喺美國。你愛啲去啊嘛係啊 ？Christmas 你愛啲去啊嘛？你愛啲去啊嘛係啊？當叫你是幾號拍攝？幾號去 Boston？我18歲入過號。你話呢度應該當今我有啲當美國咯。我靠！你嗰陣時17號嗎？12月17號嘅那陣時。是咯。各位今日你應該稍微拍電話啦，搞拍卡咯。你都當美國啊，當今。對。哎呀，等陣這裡對去，這裡可能幾對去。你到 TV 講唔知領個可能劍，領個咪死咯，我當佢領，個坑落水咯。都怕我。領個咪死嚇，然後 OK，可能幾對嘢。我那見你特麼哦，知白哦，我冇對啊。我那見特麼你講你平到啲馬來西亞嘅事啦，即係你唔使講啦，但個當到啲馬來西亞，當佢講定到
到底馬來西亞過特別難過 Christmas 時較濟是安怎過哦？講下，冇上人傾著法。好啦，今日講先。往家姐是去關，往家姐是規堆節目都去關下家姐哦。嚇，以後那個做咩？去關下家邊去邊可能走摩托咩啦，常常有誒佢早時就無好咩啊 ，Christmas Eve 啊，New Year Eve 嗰啲有誒。對，我會記下時嗰時 New Year 時係佢哋啷講 New Year 時，特別即個浪แล้วลูก是阿妹是24號妹是出去啊？就24號咩出去24號妹出去講那個我都擺去可能是到10擺。常常誒，特單呢就是可能event 嘅。哦，แล้วรู้นั่นสิรู้當劍較老啊係嘛？有會啊，當然做咩？佢可能走冇到咩？當然乜都有攤走冇到。無啊，無看走摩托啊，家出看見那時啊。你無出去啊？無出去卡拉 OK， 我聽人講，定住微娃娃咁話講樣較濟是 Christmas， 較濟是出去唱卡拉 OK 嚇。你出去唱卡拉 OK？呢次 Christmas 我冇對邊靚數。哦，你到 KL 當然。KL。德國呢？德國，你聽到到邊靚嘅時候在傾著。哇，我較濟一個人了。哎呦，你 lonely 啊！是咯，無人陪嘛，一人走去海邊咯，兩啲零。哎呦，有吹吹海風。哎呦，成年分嘅冇 friend 嘛？做咩做都冇 friend？冇啦，種冇自家一人嘅嘢。哦，太一人嘅我別懂。哦。呀，你一落來，每陣你可能試到你 Christmas 時就當然係見啫，哇，對唔對？冇啦，種有當時啦，就是講 Christmas 嘅時落沙刀咯，然後佢又就一人本是一人去 Redbox 唱 K 咯。哎呦，Oh my God，不到係那時你個成個當劍都特別，哎呦，比較直啊呀，好閃不到 phone 哇。款都背對眼啊！哎呀，冇啦，看你到啦，成日當劍到 Boston 嘛。哦，對，當到 Boston 嘛，所以啦，那時特別緊嚟去 Boston 找朋友，別緊，伊唔是去 Boston，家己一人去海見 Boston 的迄個江邊嘅，過 Christmas。我每人啊，咁我個另外一個特別夾邊冇得參人嘅喎，歡迎你名咪頭一擺嚟參加人嘅就是，新疆。新疆歡迎你名咪，你在聽到我？你 hear me？冇聲誒。整個標聽到啊！整個標。福建話 Jingle Bell 就是叫做 Jingle Bell， 我曉唱幾條歌我都聽。You say something， 我應該 say something， maybe 是要來聽的嚇，是要來做大擺嘉賓講。OK 啦，特別啷講了，你人特別邊樣嘅事啦，細漢嘅事，跟住就是來處 ，because 唔是教咱人本有，特別做修理伊個麥講，每如你平時唔是教咱人厝有下迄個 Christmas tree 嘛，咱厝有下 Christmas tree 哦。冇係。即係個你無夾一個 Christmas tree，家己一人夾一支茶咧，下一粒嘅棒哈。冇家己先帶就上了啊！哦，啲嘛。你特別清淡冇你毛毛嘅衫車死啊，諗到時候都是 Christmas tree 嚇。特別驚嘅係邊有人幫？嚇，直接俾幫？幫嚟少啲嘅。哎呦，佢係見可能幫下啊！嚟啊，你名咩名？特別夾邊我聽到你麥啊！聽到你麥哦！
Hello，哈，聽到我聽到你啦。呀，我聽到你。你係 live 嘅 feed 你 come here？ here？你 live 嘅 feed 冇開啊？I come here 啊？Already come here 啊。啊，你畫面名叫咩？啊，我名臭虎。哦，臭虎你梗係胖咗咯。你講睇臭虎啊，你去即係德國去海邊過 Christmas 時，唔知有看到你講臭虎。臭虎你是新疆係啊？頭一擺嚟啊？嚇，我第一道嚟。哦，你是到新加坡會拍嚟？呀，我到新加坡會拍嚟，特別我是檳城嘅。哦，你是檳城人，我聽得出。你檳城，定到檳城到咯？我住細漢嘅時，我住吉樂檔，then after that 我住Sungai Dua，巴魯住Sungai Dua。哦，然後你安怎聽到檳城福建嘅呢？我真正久之前就聽到我嚟新加坡，then 上檳城嘛，所以我就想 search 檳城 food 啊，啥物啊，then 就看到，then 我有去聽伊個開嘅故事。after that 一隻久過後，then 我再find out 到原來你有別個物件講本嘅，所以我特日本聽嘅。我做工嘅時我就放了，我就直聽，我聽到你 topic 我們聽過啊，我們直 repeat。你成日聽咧是感覺自己好笑，未得閒一笑出來，可能想笑嘅。大人們想我笑嘅。上嘅呢，好卡住。大本事你看呢？你當今即係我即係到新加坡咪是真正水咯，過即 Christmas 時陣啊。Actually 之前個水巴魯個無蝦米 budget 咧嗬，之前嘅水哦，三隻頭。樣 still 有樣個有decorate 個有係開蝦米啦，特別之前嘅時幾廿年前嘅時啦，定估economy 個好嘅時啊，真正水嘅巴魯 OK 啦，樣是啥調回啊還了咯。哦，定當時唔知是唔是我做咗你嘢，想一夾落一層嘅了，係一層嘅了是開嘅，是唔是我做咗係咪？then 伊陣個了會，巴魯 still 有會啦，是講無定估樣位啊，樣是 just 個係會了咯，無講像個調啲個係別項物件水嘅啥，調巴魯樣喺你特你兩波沙邊位啊，喺你會啊邊位嗬，有係像一隻人反正嗬開會啊反咯，定估是規條嘅咯嗬，伊個特間 shopping mall 嗬，滿 decorate 個真正水嘅。哦。所以巴魯是個人出張了咯。你過 Christmas 時較濟有對檳城還是到底 still 到底新加坡過？我係講嗬是OK，我 family 往特年們有 Christmas 時往有我 auntie 樣個了有 from 別個國家樣個了對來。我當叫我到新加坡做工啊，我都被對伊滅樣啊，所以樣家己 celebrate 咯。要你即啊，你有去海邊哦，去吹德國。但係你冇，但係即係我另外一個白嘉賓德國呢？你講 Christmas 時定到特別嗰時，你去海邊一人，往時去卡拉 OK 一人。我定估對檳城嘅事嗬，唔知是我 Christian 嘅事啊，係咪？所以我嘅係 Christmas 嘅 mood 啊，唔講真正節，唔講真 strong 嘅啊。哦。所以我定估細漢嘅時候，我問個無愛帶我出去嘅啫，伊家己教我班怎麼都出去，因為伊講 Christmas 時出去我真讀書啊。對。所以了我教我只個人喺徛喺厝面口可能冇多過獎呢。人 Christmas 人冇多人學車，樣就 happy 人就地看你看你嘛，所以我就開開了門啊，徛喺邊個可能反正我就鬥獎你看了。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講啷個過 Christmas 嘅時候，啷住你唔是 Christian 門頭咯？唔是。嚇，超好แล้ว即係羅肯咧，可能驚個德國咧？唔是。sorry， 但冇小心第一啲咧。啷你唔是 Christian 嘛？有？唔是。嚇，所以唔是 Christian 咧，過你 Christmas 時特別較閒啊，無咯。成個人講下面綁頸可能咯，唔講就係講下面邊件。有本啊，成日你去換嘅啦，其實去 shopping 嘅時啊，但係去幹嘛？對，幹嘛上啲我做一個幫事。係啦，對啦，你我在特特尼單呢，你特特尼伊 Christmas 嘅時一頭整做冇上 decoration 嘅嘛。是哦，一出張上啲水咧，Christmas tree。
你樣時個口要係隻，喂見一年是係到你 present 到啲頭整嘅掉一邊嘅位嘅個口嘅，只久嘅事啦，定到我死食一年咯咧，係啦，食久咯。你喂記嚇咩？一年個哦，yang 往細漢嘅時候，因為是係你 Christmas 樣特特年無相嘅 decoration 嘅嘛。然後有一年又係比賽吼，就是講你起來了，唔知算，伊唔知用 maybe 伊長。แล้วลูกกี่ส่วนแต่จะเจริญก็แล้วเขียนได้เป็น對，伊唔知伊是咩？伊唔知是掉係咪嘅？伊算係幾粒波係咩啊？你去田方快攤嘢啊！那就เจริญ得到嗬，成日為買咯，伊度去 shopping 啊，แล้ว往佢見哪度企得邊算貴啲咯。我慢慢企得邊算你。一เจริญ企得邊算嘅แล้ว會咧係邊會算咯。係啦。老早對，你亂有成個有成講去朋友啊，厝啊，有係 Christmas tree 啊，你看到有，我只看見每次喺 supermarket 你看到，有啊，就看哪間？去朋友厝 celebrate 去食火雞哦。哦，跟食火雞啊，你好聊呀？是啊，小爽啊。到底馬來西亞啊？沒少呀。沒少火雞食咩？有啊，人去買對嘅，當佢 supermarket 有賣本嘅嘛。哦。買一個結冰。我係這隻好食嘅啊，我係火雞。你火雞啊？我只教煮火雞。咁你日頭吃頭如果叫人過去比較吹龍啊，煮去食嘅啊。嗱，你當你到 Boston 嘛，嗱，是你到 Kansas City 嚟講，我就請你嚟食咯。哦，有機會嘅。แล้วก็โอเค咱講 Christmas 啊，แล้ว先รู้是這個 deco 是搞做錄音人做 music 嘅人，你想到 Christmas 是你想係咪歌呢？係咪 cake？ 想到係咪歌？冇咯。你問講去開機啊？你問我聽到海聲，想到愛困。對，冇你冇想到講嚟先，佢只講到 Christmas 頭隻歌來想到嘅歌係咩？Jingle bell 兩款嘢咯。Jingle bell， 我頭先講咪唱福建嘅 Jingle bell 好人聽，點解我聽過啦？我唱都聽啊，福建嘅 Jingle bell 是叫 Jingle bell。OK。等陣個人個特別嘅邊邊嚟啊！然後Jingle bell all the way， 我慌你都來了，往後 open sleigh。Jingle bell， 我頭先唱好喂翁聽咧，伊頭先就笑啊！福建佢話：我話慌啊，我話 fun it is to 來，我話慌 it is to 來了，往後 open sleigh。得。OK， 等陣。大陣唱嚟聽下福建呢？巧了咯，Jingle bell all the way 咯，我慌 it is to 來了，往後 open sleigh 咯，Jingle bell all the way， 我話慌 it is to 來，往後 open sleigh，來先到那時候往後 open sleigh。哦。感謝。你睇潮見啊呢？是你看到嘛？成個人講定到啦，學緊話唔是講 warm up， 唔是講旺啊，咪是你看到先啊。嚟料啊旺啊！我話慌你到來往後 open sleigh。แล้ว等陣這裡呢秋湖呢？秋湖都時候到 Christmas 時候係咪過呢？我suka 係咧見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my two Frantic。對，my two Frantic。我感覺係你隻 Christmas 叫啊 ，to be 啊。แล้ว這裡呢？我哪個？就是講可能拍 game 播可能拍你唱我聽。比如我人是歸隊去關那格嘅嘛，你係講古早時，咱邊咧是講福建正字嘛，特別講福話是會曉講，特別唔知咩意思嘛，但是對。แล้ว我歸隊只喺邊，有朋友教我唱咩？河邊一隻羊，河邊一隻羊，河邊一隻馬騮仔，好似你咁樣。當你唱咗Jingle bell，邊一看到汪咩汪哦？點樣講啊？我講唔是汪是潮州，我唔知咩意思誒。陣時人喺拍汪啊。是你幾歲？10幾歲呢，16、17歲可能。哦，用上都唱伊叫馬騮羊係啊。
馬騮仔好似你咁樣，我一種我講語馬騮仔哦。哦，對，然後不減可能派啊。老妹是講冇，走啊，因為這樣對啊。我每人當劍啦，當劍就你啦，讓到啲別人會去成日講成日聽到啦，咪是講幹嘛？就係佢特別愛看 Christmas 咪嘅，去幹嘛？當劍咪看成個只 Christmas decoration 就屬於是其他類，冇上網咁樣有啊。冇哦。Gurney Plaza Queens Bay Queens Bay 嘟咯。Queens Bay 嘟Queens Bay 咧，Queens Bay 有啊。Gurney 嘟咯。Gurney 嘟啲，即係 Queens Bay 咪係我係見咯，即係咪德國咪係去咯。特別係見有貴嘅係咪？唔係啊啦，敲我了啦，唔要緊啊，你到 Boston。唔係敲我了啦。德國嘢係有你聽講。我加餅嘅。你大餅嘅定打？當基本上大餅嘅。你估嘢多邊個講？估嘢多邊個時間講？估嘢多邊時咱講下餅啊，你係啊。แล้ว即係超湖路當然無對去啊，是你去新加坡搭最通看到所以 Orchard Road。我感覺吼，因為定古嗰邊咧無迄個木嘛，特到吼像特別去人嘅厝下面嘛，所以特別到新加坡吼，我第一年來做工嘅時候，阮嘅公司吼都有啥愛，我先正是阮有啥經幾個人，咱係是去買迄個 Christmas tree，然後去 decorate 規間 office，咱 office 都直幫然後迄陣時我就感覺啥，到新加坡伊個木較 strong 成日啲 Christmas 嘅氣氛啊！你個人本成日無心做工嘅了，冇事，啷較濟幫落久誒 ，Christmas 是幫落久。上我們是一年，我幫一年啦。是講你唔會真濟人會 clear leave 了去食飯下面還嘛。你個要接掉 New Year 放假嘅 Christmas 放假。了時就啥無心做工個人直直啥直直想愛去即個去嗰個人直直講嗰個食飯嘅物件咯。你較濟人是毋是過咗 Christmas 是講你無真正 New Year 是無提 leave 嚟講咧，你是28日就對去做工嘅咯。今年特別，今年是拜六喎，今年是 Christmas 是拜六。無漢堡咯。係咪無漢堡拜過啊？冇啦，拜六就是冇做工嘅。哎呦，咁樣咪是真地掉。哇，頭嘅可度咯。嚇，有漢堡嘅咩？浪講即係冇啦，拜六無漢堡嘅 John。哦，你德國自己做頭嘅。拜個個堡嘅。禮拜個波嘅。聽住禮拜嘅。哦，你已經同佢頭嘅好，你把到尾做工去找德國。請德國嘅 staff 㗎，你幫一禮拜啊。哇！要往嗰邊德國請人哦，德國請人哦。德國會請人哦，你會請掠鬼人。對。應該你是到了 studio 啊，為掠鬼事你叫佢嚟講去講掠。我見比較少打敗一人呢。哦，你是請一個人來陪你咯。會使本咯，會使講本咯。你老嘅講咁多好啊！特別我講你聽啦，最後那家你是四百無單，跟你講，你是請伊來講你跟我鬼啦，伊食鬼就來呢，一頭就成早成。走時有見啊，佢叫我走呢，問食啲餅。冇，伊是冇叫你走，一頭一成背住成。叫走。頂到去卡拉 OK 時，你一頭嘣一頭走去個家己。我講吹冇伊去啊。哇！我咪咧真係看你。一頭走去啊，冇攤棒啊都。佢哋佢嘅成就，你 OK，你我咪諗看，諗有感覺到成個諗看戲時，特別看啲阿嬷過 Christmas 㗎諗 Asian 嘅人過 Christmas 有係咪無相嘅呢？諗小啲阿嬷Christmas Western 嘅 Christmas 有係咪物件無相呢？因為老咗咯。哦，按照老咗較有啥 mood 啊，係較有機會。樣 mood 裏面像有伊個氣氛啊，有加冰咯。反而我會 feel 到講咱大 Asia 嘛，無真少有講睇看到落雪嘅物件嘛，無落雪嘅嘛。伊邊對 Christmas 上看落雪啊，講看到講較特別嘅物件啦。時間嗰時每人咯，就是頂次時我有講到講我舊嘅朋友講話是有講到講
講咱想咱 imagine Christmas 啦，咱到底 Asia imagine Christmas 較濟人 imagine Christmas 本是成個較 Western 嘅嗬，成個講咱 Australia 嚟講 Australia Christmas 是 summer 嚟嘛對，所以樣嘅 Christmas 佢咱平時 Christmas card 入面看到嘅，係 Christmas 佢冇咩想啊嗬。無像，伊 design 無像。咱 OK，當咱家己想法，咱家己講 OK，我目睭看了想法 Christmas 是成個100%是咱細漢到大漢 imagine 看戲聽過，看部 Christmas 甲看到嘅 Christmas 嘅效應是安怎呢？落雪，落雪較濟哦。超乎呢？你 imagine 看？本是落雪哦，等食規家人啥樣嘅啥人新正嘅款咯，養到規家人，個了白白啥坐起喺你火頭前。對 fireplace 嚟啊。了啥教人啥，就是我感覺養嘅 Christmas 就是啥人過新正款咯。啥人當人過新正款咯就是教人對來個了，等白白，然後一隻鍋，一隻啥老桌，等一隻啥一年一擺款嘅咯。對咯，對本。แล้ว我即係呢，第個呢，你家己嚇，你家己想出來嘅，即係你家己幻想出來呢。咪細漢個大漢人看，你問我講係見我立咯。冇，一班朋友坐咗隻咁講話全係 happy 咯。你 environment 是唔是感覺是零嘅呢？你對當國時咪是零唔是？對，零半。你去英國咪是零？你去英國講咧，你去英國嘅是伊個天氣甲佢 Christmas 嘅時會氣氛是安怎咧？你講下啫，到底英國嘅。伊個氣氛啊，伊氣氛較無像我人 Asia 咯。安怎呢 ？Because 啲我啲Malaysia 啊，我係知嘅啦。啲 Malaysia 咧就種較濟人過 Christmas 咧，就是可能去 shopping complex 啊，and then KTV 啊，你講啊，house 嘅就去 KTV 啊，pub 啊，你講有啦 clubbing。然後迄邊咧無像咯，比如平安夜是較濟個了本是BT厝，然後無就是朋友厝，然後較了是無去 hiking，無去 hiking，無啦，我就都無啦，時間了回了無去 hiking，hiking 家己一人就濟了，了別啦，去嗰邊是無可能一人嘅，無可能是一個人啊，然後所以就我過啲零嘅嚇，零啊。然後特別我問啦，然後感覺成個穿衫嚇 ，Christmas 嘅時候穿嗰啲舊舊嘅衫，可能穿嗰啲圍嗰啲阿毛棍嘅圍到爸爸裝，阿毛棍嘅圍到。啦，因為另外一特別圍巾對，即係我哋嘅特別夾邊，你是咩嘢老膠子？咩老膠咩？老驚，老膠件，老膠子不啦，老膠件歡迎，解咗咯，老膠件，OK，老膠件，但我每樣我把你特別嘅變嘅了，就是講咱想特啲，咱 imagine 咱特啲 Western 嘅Christmas 啊，你 imagination 啊，想下開始是安怎呢？應該是落雪真濟哦，แล้ว真冷哦。แล้ว成個大媽講我包個三巴掌嘅咧。包巴掌啊！แล้ว其他包咧圍巾咯，แล้ว去行穿秋郎啊，一次穿無แล้ว到啲咧你行路邊行邊行 shopping bag 一包呢。是咯，แล้ว成個我人冇關係嘅，特別行咯，買百多咯冇關係嘅，開始嘛冇百多食飯煮。對，我問講 Christmas 咯，感覺就是講實大媽第個講攏去英國。你去英國過嘅時候，你感覺伊個 Christmas 係較有迄個氣氛咯，較有 mood 咯。到英國，even 你講你平安夜時冇人出來，係咪？拜即係 Christmas Eve 時。對咯，但有迄個 mood 咯。because 外口嘅了本是前一點，
就像平安夜是外口叫咯无人嘅个，哦，种无人，侬正点侬假了是伫伫厝，侬就真正有迄个 feel 啦。啊，根本咧 commercial 啦，係咁是成個成。啊，對，是，啊，即個老舊件咧，到到落位，到底外國嚟講，外國啊，so far 外國，唔係出嚟俾佢。我所訂回本是去新加坡呢，佢哋是冇毛病，都冇毛病。等你來時，會使每英國嘅 link 咯。哈哈哈！แล้ว一個地方細個啊？哦，我睇到苗，你把我咁每個地方細，你把我揀入來呢？特別。แล้วก็坐喺嗰個 L 字個地方細。แล้ว我未รู้你何助理啊？個啲人聊過何助理？啊，有一直了有啊，一直啲暗潮啊，當然都講佢名喺度邊喺度讀啊。我依度朋友。我日本計就能寫一邊嘛。哦，何助理大漢細漢？我助理大漢啊細漢啊。嗯，少年啊老，成個灣啊老，啊咪成個灣啊少年。人是冇啦，人是老啦，比如講條咩嚟？哦，水啦，จูลิงหนังอ่ะ好สิไม่ใช่ว่าทำตัวไปหอดูเมียมือเขาอยู่เมียเซ็งให้กิจกรรม現在教จูลิงหลัง嘅。哦，學จูลิง咯，就是叫一叫做學จูลิง。學จูลิง。學จูลิง換เอง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โอเคไปมีตัวด้วย學จูลิง咪是ท่านเทียเดียวมา就是講咩冇得大哥，我成日幾講我哋我走啦，都講你拍死就拍死。我走起來啊對咩叫你個多了我你叫何จูลิง啲嚟嘅講我點唔係講嘅咩我嗨走起嚟แล้ววันนั้นกี่จนนั้นด้วยอีกดูท่าจะเลย Christmas gift อ่ะดูแย่เสียไม่มีเกี่ยวgood question 頭一個你在我未記啊？你講我先講，我講先，我講 share 先。我頭一個我記我嗰時個回啦開始啦。我媽都坐佢巴海，所以巴海那是只 ferry 喲，暫時都 Christmas Day 啦。所以依邊有聖誕老人啊 ，Santa Claus 夾邊半禮物嘅啫。supermarket 嚟啊？對，到底巴海邊嘅？冇 ferry 入面。ferry 冇是 ferry 入面。ferry 入面有半嘅啫。แล้วไอ้กับเป็นเต็งของปูเนี่ยว่ากี่ว่าแกที่เขาจะหางไอ้ Christmas gift อ่ะเสียไม่มีเกี่ยวอะไรเลยอ่ะมาถึงชิกิโกชิกิโกนู是啊是等到我就只有咱唔會講話 Christmas gift 嘛條你頭一我未記啊因為我細漢 because 我choose Christian 啊 so即係韓國度有 celebrate Christmas 啊，所以我冇咩記講我頭一個係咩啊？我會記講我第一會記喺一個Christmas present，就是我爸俾互我嘅Garfield 咋。你真係我就是家己 Garfield 啦，定到成陣時候，我去幹嘛？然後我看到一個Garfield 嚇，伊是 soft toy 嚇咯，所以是 Garfield 嘅shape 咯。伊特我七幾本你知我會記。等到細漢我整到唔知是幾歲，我看我求7歲，可能8歲，可能是伊個未必較大漢咧，未必13歲，唔知未記。你我硬嗌咯，你太攰呢，我當佢我特擺我是就是會記，我會記我是特擺成個淡薄內疚啊，可能 feel 淡薄 guilty 啊，一攰唔知是啊，40塊啊，等到就攰啊就喎。你係物件，無落用嘅第物件，你可能係俾嚟擺可能。有邊點啊邊？特別冇有啊，特別甲我困嘅，我個 feel。แล้วบางคน係每款咧老舊件，你會記你頭一個 Christmas present 係咩啊？還是頭一個 Christmas present 啊，應該是 Barbie doll 咯，古早細漢做個鐵圖啊。哦。
แล้ว你第一暑假呢？第一暑假嘅birthday 不 Christmas present 係咪？第一暑假誒你第一記啦，第一記啊是細漢我係爸帶我了去Rasa Tut Hotel 去食飯。哦，rasa satu 啊，哇爽，食貴嘢咯。rasa satu。แล้ว即係呢臭虎呢？你第一頭一個 Christmas present 加你第一有第一記嘅 Christmas present。我啥 Christmas present 嗰就是家己人互喊你嘛，啥厝內人嘛，then 我敢若捌收過一兜呢。就是好了誒。迄個一兜是迄一年嘅時第一兜我媽嘅厝有迄個 Christmas tree，then 我舅伊頂久是拍金嘅嘛，然後伊度伊度伊毋是互阮金啦，伊是互阮啥啊？毋知蝦米 chrome 嘅還是蝦米吼。然後伊互我個人一個鏈咯，然後是無相嘅迄個啥一個物件掉哩迄個鏈咯，反正等我是一個布頭嘅咯。哇！你等過我？無對哦，真細漢嘅時對啊。哦，伊是家己親手做啦。你做個人無相嘅物件。哎呀，趣味哦！趣味哦！你迪哥呢？迪哥捌收個 Christmas present 咯，特別捌啦。你會記得頭一 Christmas present 係咩啊？啷在 present 叫做咩啊？福建話沒有可能在就是在。無人知。哇！點解咧去就是在？當話啷想看了是看。啷小個就是在 present 福建話怎叫？啷在起手啊？咱對吼，咱就吼啷想者，了我知。嚇你知啊？哇！超虎講禮物對搞禮物。禮物啊，禮物。你估邊啲學嘅捌講過啊？係啦，就是要考下人咯，有聽咯。我聽一個 topic 呢。幾個特別有你聽？是咯，聽了又聽，聽了又聽，驚了又驚，驚又聽，聽又驚，驚個愛聽，聽個愛驚。是咯。誒，你就寫一條歌咯，幾個聽又驚，驚又聽，聽愛驚，驚愛聽。喂 ，good idea。好，try 啫。我覺得白鴿。你講話你嘅禮物，你哋有。會記嘅禮物係咪？聖誕禮物。我係古仔 ex-girlfriend 送我嘅。哇！係咩物件？是一件按怎講呢？是一粒processor，就是我 recording 用嘅。哇！真正記得嘅。哇！你記緊咧特別啊，個安尼 technical 冇出了嘅，你就冇出了。但係我有時間可以除掉好啊，你就上網啊，所以會記得㗎嘛，你把個用音調，個用音調。你這是你咪你買，你係咪 processor？你就是上掉，我就上線啦。哦，係咪 processor？安怎用嘅？安怎用？伊是 compressor 嚟嘅，嗰塊是 compressor，冇出了。冇出了，然後伊 sound 是真水啦 ，compressor sound 真水啦，所以哇，把你用音調嘅時咧就大擺用咧就大擺上去，我就上線唔知道嘅可能。別怪你走去海見啦 ，Christmas 嘅事。好多開要解啊！走去海見，這條小 girlfriend ex-girlfriend 定到上伊嘅禮物。買你困啦！你 OK 啦，咱每個字講無講過啊？但係咧，即個即個無毛病無講，無毛病有啲聽。冇毛病，唔知喎。伊開個機啊，佢把 phone 嚟啊。你 phone 嚟啊？佢把 phone 嚟，之後不多就冇要。
你咪講啊，講我諗冇食我飽了，喲唔通，我都係佢粒腰，我食好了。冇我白，妖，冇我白，你第有記得第即個禮物上面，你活啊！我當見我係播 on air，都我條講以上我物件咯，我條講啦。OK，你講鬧鐘咯，直到你波，等陣，依家特別我佢教你聽我講，你講你波上你第一要記得嘅禮物上面，你一個講別人上你第一要記得嘅禮物上面。慘了，我別記了，我關轉別記頭啦，我誒，特別我講聽啦，我 OK，我先講先，你笑就先啊。我有陣時候，你想你自己你紅包送你物件，有時你袂記送咩物件，安尼一年啊，幾時？成咁我上你講我每一咩舊年時，不是送我咩物件我想袂起喎，特別我會記呢，就是伊送我第一有第一記第一 strong 嘅一個 present 咧禮物咧，就是我只是甲咧，我是甲做食嘛。我是甲做極啊，然後我只件係咧 stand mixer 你就kitchen aid 嘅 stand mixer 啊，然後特別我看電視機人教做食時，較濟人用咧 stand mixer 嘛，然後我看只件，然後特別其實咧成啊咧 department store 時啊 supermarket 咧，我都去看咯，我去看啊，實在哇去成實在鐵頭可能 because 我無想到講愛買嘛，所以我就特別去看咧，一知講我只件嘅時候，伊家己偷走去買就，然後我唔知我完全唔知 Christmas 時我個開啊嗬，哇我個 excited 呢咯。你知你開起來時就才嘅 surprise，然後無想到啊，好像看到是上邊冰山嘅呢。介紹，我個有個東西少個用掉。佢哋係醫啊，我少用掉，這幾年我有啊，你是有10年前啊，我講有個特別少啲用掉個東西。了，冇乜白呢？我都未記喎，冇嘅口咧。走落去啊，係。我都未記喎，我教我時候，特別上我物件是我 suka 愛，特別是我常常啲物件較濟是安尼都T-shirt咯，哈咪嘟？阿瑪尼阿瑪尼嘟誒，係咩物件？ T-shirt 咯，阿媽嘟嘅衫。阿媽嘟了，阿媽嘟成日唔知，成日係鬧阿媽，你睇下，就鬧阿媽嘟。哦媽得啦，阿媽嘟嘅衫用佢你換下係你摸做。我都拉咯。OK，阿媽嘟嘅衫啦，特別你就係阿媽嘟嘅衫係咯。阿媽嘟top 嘟講咩 ？FCU 嘟 ？SD S 咩 ？FCU 嘟 SDU 我唔知。Application.com 是 French 嘅。輔助，我叫我能叫輔助，啷知輔助 FCUK 偏 French Connected United Kingdom French Connected UK 嚇。對。輔助啦，我能叫輔助。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我ลองแต่มาบ่มาแปลรู้講รู้到底你幫我講รู้到底英國過 Christmas 嘅時有甲到底馬來西亞過 Christmas 係咪無相呢？我真係冇講咯，等陣等嗰時集老舊驚你使 mute 你麥嘅，我聽到攞柄聽到一聲，呢，你 mute 你麥咧可以講，用你麥講OK，冇冇白。我頭前年
國我去，因為我真正太細咯，做真正了解數咯，因為咱啲嘅時就，也是你較濟你也是唔是點啊 ？Christmas 是真正講咗你嘛？較濟你是走去 discotheque 啦，你去啦，去 B 你去哪格，你去小島走。我倒擺。特別是出跳啊馬打。對，我知。看那game 還是 OK。啊。你我見佢好似你 Christmas Eve，我到啲 Manchester，即我就咪好寫咯，話我出去 happy 啦，去 clubbing 啦，去一大堆咯，所以我大我行路行差不多10個字，去個 city centre 咗，我去個 city centre 是為成個是haunted嘅，冇半人，一人都冇。是咯，成個大媽直個講咯，直個咪是講。個小時啊，我哋見有些吹冇面，冇搭啦，冇搭會合嘅咧。แล้ว on the way 當然是我見佢 residential area 話我見個紅呀見差不多1點鐘嘅冇問題啊。我當然去同那看 GP 哇，嗰度 together 唱 cake 啊拍 talk 啦，哇，個極閃乜你高嘅領 window 在其他個遇到哇領個別好嘢，嗰個極閃我要你。你對佢隨朋友，是個冇朋友，即係家己一人去海見嘅這條生涯的歌呢？想伊講 brother。冇啦，我所在冇海見啊！你講住你講過有垃圾嘛？對住我睡房間嘅嘛？哦。睡房間對去房間咧，即係咁邊啊？即係咁邊都冇啊！我聽過咱邊兩是有名叫做豆豉糊。豆豉糊我知。嚇！即係豆豉糊啊？佢豆豉糊。啊，豆豉胡椒。哇！我那時對於過 Christmas 嚟講，我送咗一罐豆豉糊。唔得咯。FCUK 阿媽嘟嘅票嘅豆豉糊。啊，你會使。哎呦，แล้ว有時候到 Christmas 係咪叫被包場？被講係咪嘅講關係個 Christmas 係咪叫？今年慶祝安怎？今日只是17號啊，人忙袂記啊，今日只是12月17號拜一啊，人無發達就等於做工啊。今年在慶祝。12月，哦，哎呦，我日子看唔到 ，sorry。嚇。今年慶祝嘛，昨天對那企那個後面人無。嚇。早幾日 before Christmas，一禮拜前 before Christmas 就去 order 飛機咯。哦。我唔知講當年會見咧 popular 但馬來西亞。真 popular 咯。特別嘛個 game。哦。我去你 fine dining 啦 hotel 啦 restaurant 嗰啲就 order 平嘅，你做食嗰啲咯。你會見俾 stuffing 俾 Brussels sprouts 俾嗰啲物件咯，你有啲廚家己食咯。哦，嗰個 Christmas dinner 啊當 game 啊。呢，就是頂幾年啊，即係頂5年裏邊咯。我大企有較濟時間，老舊囝慶祝咯，了就頂幾年就是甲迄個河之類啊。何咪？河之類係咩？就河之類。河之類係咩？河之類是你嘛？以前係咪就河朱麗哦？哦。我成日叫河浪朱玲。河朱玲。河浪朱玲，河朱玲。你入到上啊，你解有名？只是跟你杜驚飛機嘛，你即係好知。嚇對。你啦，打我嘛，何之類咯。何之類啊？即係咯。我白啲你講啊，我當日是可以讀哦，真教。即係本是邊個人係本啊？何主玲。是咯，本是邊個人？愛淡來。哦，愛淡嘅何主玲。是咯。愛淡嘅安朵。愛淡嘅安朵啊。安排嚟，安排。佢出聲啫啊！出聲啫？佢出聲。唔係，我十米。咪走我一開始啊！對，個派死，咪見啦，咪嗨！你好我 map 先嚇，你路人個別人個有成個 Christmas 時，今年有做咩物件？飛機去 order 飛機做咩？
啊，這是我都飛機咯，但呢個這是無毛病嘅話，是叫一隻開隻飛機，有兩人隻飛機4日咯。到底隻飛機隻個吧，因為你當面做飛機啊，好似又要打哦。未講隻打啦。我唔知講樣，按照做較濟嘢時，按照煮嚟嘅去拌下呐。Harus ya lo. 啊，是咯，羅先咯。哦，แล้ว到底新加坡呢？新加坡攏有啥過特別啊？即炒湖攏過特別嘅啥 Christmas 嘅餐上咗安尼？啊，冇嘅喎。攏有啥hotel 啊？有上時有啥 buffet Christmas buffet 嚟？食一人到去是去食 buffet 咯，等去門口食安尼款咯。แล้ว就是啥去啉酒啊安尼款咯。哦。我啲想法，我講聽就叮我就奇怪嘅呢，就是我想到 Christmas 就是讓在去Caroling 哦，去唱歌啊。然後你歌員可能去當唱歌唱 Christmas Carol 嘅呢啊。我聽到我媽讓我嘅 church 人都來我厝唱 Christmas Carol 咯。呢時我媽就煮雞毛嘅咋哦。所以啊，我 Christmas memory 是食雞毛嘅啊。唔是食飛機啊，飛機妹。唔是飛機妹，本是頭雞毛。哎呦，然後我食好食，我突然間食就是係菜包嘅土豆。哎呦，好靚哦！那個係油葱，唔是油葱，係蒜頭油。媽媽煮一大鍋嘢咧。有啊，同佢。係啦，就是啦。唉 ，Christmas。了，特別呢希望都人過啊 Christmas 歡喜歡喜啦，平安啦，忘記海見嘅一人去坐啦嚇。得個，謝啊，本嚟你特別呢？就是講到無綁架嚟講，下禮拜佢就到底嚟參加我人邊嚟學嘅錄音，下禮拜咧我咪接去講真正 New Year 是 New Year's Eve 是人做下咩物件呢？因為下禮拜就是下禮拜就過節嘛，2011年是2011年，是人到底嚟8月，我再人8月，誒，即係咪是了掉咯？人New Year's Day 是拜六本，是哦，冇攤波。我是本咯。係呐，是本咯，人。แล้ว特別見到但係8月對嚟1月3號嘅時，佢就對嚟教人講是讓今年2011年有係咪 New Year's Resolution 會做係咪物件？即係2011年時，แล้ว個講善正人佢冇善正是上咗做嘅，禮拜佢就對嚟聽，就話比較少話人特別嘅變啦，老鳥換啊驚得個。OK，拜拜。善鳥是或者老鳥本來即係冇毛病㗎。老舊件，我根本叫老舊字，แล้วก็有人嘅新椒新加坡嘅新椒臭虎，感謝。嗱，下禮拜嘅嚟再見啦，到底嚟講新正2011年，我哋做骨頭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現場聽眾感謝，拜拜。拜。